Just 点了，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我是本期的主持人卓玛。本期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尊者出席上密院创始人诞辰600周年庆典。达赖喇嘛尊者向来自60多个国家的6000多名信众传授佛法。第8届国际支持西藏团体大会在达兰萨拉拉开帷幕。42个国家的代表在国际支持西藏团体大会上通过8项行动计划。西藏政策研究中心举办首届蒙藏文化与宗教研讨会。藏人行政中央发起 COP25 西藏气候行动拯救地球第3级运动。司政洛桑桑格与扎克伯克商业领袖互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上周六11月2号上午，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莅临位于印北达兰萨拉的上密院，出席了该寺院创办人吉尊贡嘎顿珠诞辰600周年纪念活动。尊者在纪念仪式上致辞强调，佛法的延续必须透过顺应逻辑理路的修学，而非仅靠信仰。众生在希望离苦得乐方面并无差异。而苦与乐都源自人的内心。尊者还对上密院重视佛法大教典修学的态度给予赞扬，同时也感谢各方为自己的长寿进行祈祷。尊者并指出，广大藏人与追随者都将希望寄托在尊者身上，因此为了继续服务利益大家，他也祈愿并且有信心能够健康长寿。与此同时，因韩国佛教信众的祈请，达赖喇嘛尊者于本周一11月4号开始，在印北达兰萨拉为来自60多个国家的6000多名信众讲授了为期3天的心经等妙法。在11月4号法会第一天，达赖喇嘛尊者向上述各国的与会信众阐述了佛法的基本教义的同时，解释了佛法与当今世界的关联。尊者指出，作为佛陀的追随者，我们可以感到幸运的是，佛陀的教法在这里得到了发扬和繁荣。但是，仅仅保持着信仰并虔诚地背诵心经是不够的，我们需要研究和思考佛陀的教导。佛教教学包括对心灵和情绪运作的彻底理解，只有我们学习时才能运用。只要有时间，我都会继续阅读和学习。达赖喇嘛尊者进一步指出，聆听教诲是好的，但我们必须反思我们所听到的，然后思考我们所理解的。在座的你们在返回各自的国家与地区后，需要鼓励身边的人培养慈悲心。此外，上周日11月3号，第8届国际支持西藏团体大会在印北达兰萨拉拉开帷幕。与会各界人士共同探讨如何加大推广全球社会对西藏议题的关注和支持。由印度远藏组织西藏运动核心小组主办，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协办的第8届国际支持西藏团体大会，于10月3号在藏人行政中央所在地印北达兰萨拉的西藏大厦会议厅召开。此次为期3天的会议，由来自42个国家和地区的180位政要、国会议员、支持西藏团体以及华人学者在内的支持西藏团体的代表出席。与会各国代表共同就促进达赖喇嘛尊者或其藏人行政中央方面能够以非暴力中间道路为基础，同中方展开具有实质意义的和谈，以及如何加大推广及制定具体行动计划，使得西藏议题更受国际社会的关注和支持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司政洛桑桑格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宗旨演讲时指出，20世纪90年代人民抵抗运动的时代正在全面回归，以应对和挑战世界各地的专制和镇压政权。I just read the news and says, because of consistent people's protests from grassroots level, the Prime Minister of Lebanon resigned. And because of people's protests in Iraq, just yesterday, Prime Minister of Iraq is resigning.
Because the people's protests in Prague, the largest since 1990s happened. People protest in Istanbul, in Turkey, happened. And you can see in Venezuela, everywhere. And of course, our dear friends in Hong Kong. Persistently and consistently, they have led this people's protest. So 1990s is back. And the earth is shaking for more freedom, more human rights, more democracy. And people in Hong Kong is making it very clear, loud and clear, that we are here not for a few weeks, not for a few months, but for long haul. 此外，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白马求乃、活动主办方印度西藏运动核心小组会议召集人、前印度阿鲁纳尔恰尔邦议员仁钦堪卓克里美均致辞，对本次会议的全体与会者表达感谢。南非国会英卡达自由党议员马库勒赫克勒瓦、香港维权人士郑永成、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朱丽塔·阿金、悉尼科技大学教授冯崇义、台湾民主基金会理事长廖富特、世界南蒙古大会秘书长戴青和澳大利亚前国会议员兼国会支持西藏小组主席迈克尔·丹比分别致辞，表达了对西藏自由事业的支持。本周二，11月5号，第8届国际支持西藏团体大会圆满闭幕。与会各界人士共同达成协议，敦促中共当局同达赖喇嘛尊者或其代表间展开具有实质意义的和谈，使西藏境内的紧张局势尽早得到改善。来自42个国家和地区的180位政要、国会议员和支持西藏团体，包括香港、台湾、新疆以及海外华人学者在内的各国代表，在经过为期3天的专题演讲和分组讨论后，均表达对当前西藏局势的关注和支持，并声明根据世界各地的政治变化，需加强推广和努力倡导西藏运动。本届大会的与会代表还就达赖喇嘛尊者的转世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并一致认为，关于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的转世认证权利完全属于达赖喇嘛尊者本人以及达赖喇嘛办公室甘丹破章相关负责人。决议声明，中国政府在达赖喇嘛转世问题上任何形式的干涉都将被视为非法行为，并将进一步受到国际社会的制裁。本届大会完全支持第3次流亡藏人特别大会就转世问题通过的决议。在本届大会的闭幕仪式上，达兰萨拉印藏友好协会主席阿杰辛格先生在发表总结讲话时强调，西藏自由的口号必须从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出发。对于西藏人民来说，我们必须让他们知道，我们正在为他们努力。出席本届大会的代表们还于11月4号上午觐见了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并聆听了达赖喇嘛尊者关于尊者人生4大使命为主题的开示。续第8届国际支持西藏团体大会圆满结束后，首届蒙藏文化与宗教研讨会于11月6号在印北达兰萨拉举行。此次会议由藏人行政中央西藏政策研究中心主办，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萨桑格、世界南蒙古大会主席西海明共同出席会议开幕式。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萨桑格在致辞时指出，回顾近代历史，蒙、藏以及新疆都有一个相似的共同点，即都被中共压迫。因此，司政罗萨桑格认为各方都有必要共同集会，并就如何解决当前状况提出建议，以争取自由。司政进一步指出，中共当局在西藏高原强迫大量牧民搬迁，导致数百万牧民被迫离开自己的家园。中共同样在内蒙古也曾施压类似破坏性的政策。因此，司政罗萨桑格鼓励与会者应该抓住时机，并争取赢得国际社会的支持。随后，与会者们围绕蒙古与西藏的人权和生态环境、宗教自由和信仰状况，以及在历史上的特殊关系、两个民族之现状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另外，在今年12月2号至13号在西班牙举行的 COP25 联合国气候峰会前夕，藏人行政中央发起了第2轮针对西藏环境问题“西藏气候行动拯救地球第3级”，呼吁世界各国领导人正视青藏高原对全球生态的重要意义，并力促青藏高原议题成为全球气候变化相关会议的焦点。这项运动由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萨桑格于11月6号上午在外交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发起。司政罗萨桑格在新闻发布会上强调，研究青藏高原的环境问题对于全面了解全球气候变化至关重要，并敦促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正视青藏高原对全球生态的重大意义，使青藏高原的生态议题成为全球气候变化相关会议的焦点。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下属西藏政策研究中心发起的 COP25 气候变化行动，旨在有关全球气候变化的相关会议中突出西藏环境的地位，并提出以下5点行动号召。请继续收看今天的最后一则新闻。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萨桑格于本周三11月6号在嘎夏会见了由扎克伯克学院率领的一批企业家和商业领袖代表团。在与上述企业家和商业领袖互动中，司政罗萨桑格介绍他如何被当选为领导600万藏人争取自由的领袖，以及他不断从佛教的慈悲和非暴力原则中吸取的灵感。随后，司政罗萨桑格还就中间道路政策及使命、达赖喇嘛尊者的世俗伦理学习计划等话题进行了讨论。观众朋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就为您播报到此。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点击以下网址。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